这摊吼，大家轻松一下，啉一个酒啊，确定还要有第二摊。有影哦。第二摊哦，更加精彩。来，谢谢。发大哎，歹势啦，你等下女主角歹势呢。阿官啊，这拢是我的好朋友，好我照顾者，按来一个啦啊！我叫阿官啊，来我叫你。蔡董，我感觉你做人哦，少豪爽的咧。过去哦，咱都无啥熟悉到，啊，总讲一句哦，就是熟悉了较慢啦。即摆熟悉嘛袂慢，后摆还阁有斗阵的机会，以后莫看到我气焰就好。无咯，蔡董诶，啊你无气，阮大家哪个气焰你啦？你这朋友，阮交定的啦。啊不但啊，在生意上啊，啊多多合作啊，啊私底下啊，较就联络的啊。来，啊你同齐，叫蔡董，叫蔡董。好，今仔说，我保恁赚一条大条的。有啥物好讲的？这摆吼，我伫咧中南部有一个投资的计划，坦白讲啦，阮谈袂了但党咧，伊一直咧反对我。蔡董，这是安怎讲？对啦，阮甲陈董的哦，交情归交情，啊生意归生意哦，无啥物代志袂当讲的啊。好啦，既然大家拢支持我，安尼我就讲啦。这个计划哦，我想了足久啊。我利用少年人想要做头家的心理，利用因家己的钱来开公司。简单来讲吼，若这间公司倒啊，咱无了得一工。若赚到钱呢，咱就有利润。而且来讲，家母生卵哦，唔是干那生一工尔，你知无？蔡董，啊你意思是讲？阿家啊，生鸡卵，鸡卵搁生鸡仔，一直生落啊！哇，安尼我大家都拢闹死啊！咧哇，这稳赚的咯！唔要紧，要有足多时间互恁考虑的啊！到好未？爸，我来上班。妈姐，妈，我来上班。我来上课啊。够啊！爸，可能较早转来，人我别走哦。我知啦。妈来姐，爸来姐，较小心咧。坐，等等。大家好，我先甲各位宣布一个好消息，这个月咱的总业绩比顶个月阁加成长3%。这届咱的股东会议，蔡董的提出一个增加资本的案，我相信大家拢看过这个资料，我伫遮也唔免加讲，唔知各位股东恁有啥物看法？那照我以用做生意的角度来个看法啦，蔡董的这个提案啊，我是100%的赞成啊。等者，这桩案件写到这么含糊，是不是会当请蔡董的小解释者？写了有清楚无清楚，啊，来看伊学问有够遐无？你看捌就真捌。你知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做生意，莫伤过顾忌。好，我来讲，莫追求赚到一点仔小钱，就伫遐满足。等等，我甲你讲，赚钱哦，都爱赚大条。蔡董，我真早就甲你注意啊！你私下常常用公司的名义去甲别间公司合作，赚一寡无正当的钱，你违背了咱公司当初的规定。规则是死，啊人是活的。我拄仔毋在讲，人都爱顺着这社会潮流在行。你无爱开酒店做乌的，啊别人嘛是开店做啊好好的，啊钱赚个饱的。这是道德的问题，袂使甲做生意讲做伙。道德无道德是我个人的代志，但是这个案我是咧规规矩矩的去做。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拢知影，伊这根本都是假因利用。有利用无利用，嘛是个人的看法。我嘛会使讲，我即马在栽培这少年团，对无？我嘛是互伊一个机会，安尼对无？对不对？对。
阮就黑白片也无啊，这是单单你个人的看法啦。要无你就照伊用的表决的这个方式啦来解决。赞成这个案的人，请抓手。四出的算以后，我即马正式宣布，我要离开大柳集团。来啦。爸，妈，我回来。阿公我无去你啊，等你斗阵转啊。无？啊嘛，你奇怪，阿公较即阵还无倒转啊，你知？阿公这阵还袂转来？嘿啊。妈，阿公敢要走印度呀？印度甲学校遐，我拢嘛问过啊，无啊。妈，啊敢会是？国外爱佚佗，不一定加佚佗一寡灯米就转来啊。来，咱先食吼。来，刷恁爸爸来食饭。哦，爸，来食饭。啊，我出来一个，你们转来哈。爸，啊无你莫先食饭，我来找阿公吼。我去溪仔边找无阿公啊啦。啊你，师，报告，我去咱庄内吼，四界找拢找无啦。而且吼，我嘛去阿草啊，因咧治疗吼，哎呀，四界病，四界找哦，找无就是找无啦，看病就就好啦。我是叫你找人，你才有低调找啥啦？师，你敢若歹相信吼，我找遐辛苦了。你看，我规身躯还有猪屎味，你看。嘿啦，知啦。刚才玻璃我破。找我无啦？无咧。哎呦，这个阿公啊，食到这么大汉，佫遐尼爱佚佗，害大家哦对这么操心。阿伯你啊，转来未？无啦，啊你找我。哎呦，这个阿公是安那啦，啊是走去倒位啦？我找到，你找到？我讲找到猪八娘了，我是去阿公上课的路上找到，别安怎？喂，美满，新婚真快乐吼！讲话伫倒位？叫外口讲话，叫我小弟向我，叫我小弟向我。是小明心，互我解决。无可能！你讲，你到底是要伫什么戏？要伫几时无？好，我坦白讲，我要爱我的某囝，我要爱我的家庭。你要你误想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讲啊向我啦！哼，那安尼，你还要搁治咱的阿公啊无？讲啊向我，拜托你，讲啊向我，你爱偌侪字你讲，我拢互你，你就讲啊向我好无？哼，100万，我要爱100万呐！这就是你违背咱当初约束的赔偿金。100万，我要当你死这么多钱，我哪有可能有100万啦？我知影你一定有法度，我互你1礼拜的时间去准备，我会搁打电话互你。喂，妈，想怎？妈，都是我害的。你唔通放袂记，我的一生只有了阿母交代的，我也记在心。妈，想怎？妈，都是我害的，都是我害的。妈，你莫伤心啦，哪是你害？妈，阿伯你啊，你莫烦恼，你这歹人哈，主要是爱钱的啊。迄阿公无可能较紧死啦。好家，老哥，你哪来背啊？好话呀！
我又搁讲错话啊！大梦啊，歹势啦，为了阮国外代志，互恁大家遮尔烦恼。阿婉仪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大家拢是好厝边，阮才着应该互相帮助的啊。啊，阮大家吼，甲俊英拢敢若兄弟仔咧，啊，国华嘛敢若阮小弟咧，你莫烦恼啦。来顺，咱明仔载去也袂摆好呢。咱今日毋是排一工去啊？我感觉摆了无够好，咱搁再去摆一遍好无？咱即摆阿国也无找到，哪有心情通去排戏啦？啊来，要不我陪你转来，我陪你排。你是男主角性，爱管伊阿事。哎呦，阿妈啦，歹势，阿兰你起来先哦，歹势。伊遐较甜啦，我袂计较。你莫看伊心的吼。哎呦，应该我是爱安慰你，反倒你煞你咧安慰我。哎，三，我看吼，咱可是报警察啦。唔通报警察啦！我是惊讲，万一若报警察，迄个歹人吼一反心，阿公就危险去。你若婉仪来讲有理啦，也毋过哦，你想要摕100万，你想要倒去摕啦？三，我有法度。你有法度？无唔对。我跟你讲，咱从咱团的迄个地吼摕来卖掉，迄100万还够剩的。我这步，这步，这你会死啦！婉仪啊，啊，歹人搁讲啥物话？无啦，伊讲1礼拜后会搁敲电话来啦。妈，你敢跟我讲安尼尔？也毋过，我头壳足疼，我要先入来休困，歹势。小弟，老母，你遐安慰者，伊安尼吼烦恼一工啊。师啊，我看迄阿婉仪啊吼，遐尔伤心，遐尔烦恼哦，我心肝就足艰苦的啊。啊对，师啊，我看咱两个哦来病院订一间房间。哦，对嘞。安怎？迄边订房间是要创啥物戏啊？哦，师啊，你就唔知影。迄阿婉仪啊，我看伊身体较虚弱，蛮不幸哦，啊，拄啊昏倒，找无房间要安怎？忙对嘞。哟，你咧讲闲话讲。气死！妈，你唔通烦恼啦，应该袂有代志。我知伊袂有代志。妈，你唔要烦恼了，一定没有代志的啦。秋瑾，妈要来讲一项代志，但你爱答应妈，绝对袂使甲任何人讲。就是你希望爸爸，你也袂用讲。这敢毋是叫阿哥的嘴巴吹到的，是害人无小心闹来，敢毋是？毋是无小心，是伊条故意藏的。条故意藏的。妈，你的意思是？代志经过遮侪年啊，也无怪你袂记。妈，你是毋是捌看过这个来的？毋是干那看过，这根本就是我买的。你后壁较边快看卖呢。这是伊，是伊草草啊讲的。拄则就是伊卡来电话。那你想法给我听啦。秋萍，阿母无愿意互人知影讲，阿哥也想要甲伊亲生老爸带走。啊，若无阿哥以后是变怎做啦？恁希望爸爸的性命嘛有危险。伊到底是想要安怎？伊是不是要逼咱大家去跳海才欢喜甘愿啊？我现在足会的，足会的。秋萍，唔通安尼讲，无管咱哪，
伊总是你的亲生老爸啊！伊不是我亲生老爸。自从我12岁迄阵，伊就干那安尼一个小放咱三个某囝做你走，害咱常常爱搬厝，害我常常学同学笑。啊，伊艰苦过日子的时阵，伊的人是去倒位？已经害咱安尼饲草，伊到底是想要安怎？小明，谁爱怪我？谁爱怪妈妈？爱怪我啦！妈，这边哪用怪你啦？你当初会做迄款代志，会去跋筊，嘛是希望会当互咱较好的日子，互咱过较快活咧。啊，结果咧，咱有过着好日子无？咱除了逐工惊人来好搞笑，咱有过着好日子无？就无简单，咱即阵会当过着平静的生活，伊搁亲像某生人咧家己看得出现，伊到底是要安怎啦？我一定用不着伊的苦衷的。有啥物苦衷？妈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过压迫伊？你是不是搁去想伊啦？你哪有可能啊？但是总是阿某一场，而且伊的本性嘛，我袂歹伫的。伊的本性袂歹，伊的本性若是袂歹，伊哪就找到阿公要来威胁咱，要来甲咱提钱。阿公是伊的亲生后生呢，伊要哪会用咧？请你唔通放袂记我的遗少阿母交代的，我也记在心。伊的本性若是袂歹，伊哪就找到阿公要来威胁咱，要来甲咱提钱。阿公是伊的亲生后生呢，伊要哪会用咧？妈，伊敢会甲阿公讲出真相？应该是袂啦，伊要对付人是我，是我当初无遵照伊的约束。来，天贵啊，紧，紧，看即摆土狗小人回来，紧走，啊若无等走袂离。李伯，我一定会转来，会转来带恁母仔囝来去过好日子。你一定要等我转来，一定要等我转来哦。是我无够坚持，是我欠伊的，应该受处罚的是我，是我。妈，你别凭着伊一句话，你就爱等你规世啦。我讲，咱嘛是听足侪人讲啊，讲伊去南洋，活咧海底下落不明啊，对无？你无唔对。妈，这是真年来，若唔是花王爸爸，伊照顾咱三个，咱日子是要安怎过落去？妈，你无唔对。秋萍，伊爱钱尔，咱只予伊，只要阿公啊会当平安倒转来就好。妈，要毋过你提钱去互伊的时阵，我要甲你同齐来去。袂用的，我来去就好，你袂用去。像迄款的人，伊一边敢着放咱煞？秋萍，妈妈会好好甲伊讲，你相信我，好无？